Hello， 歡迎收看不會寫的閩南語漢字，我是小張。膽量在閩南語裡面就要說叫小哦，少年呢，你叫小袂歹哦。叫小這兩字到底按怎寫？這集看完你就知。小張維持一貫的風格，直接講結論。叫小就是愛寫做安呢。這個叫數是什麼意思呢？叫數在台灣民間信仰與廟會中，通常是指神轎的數量，或出巡繞境時隊伍編號順序，又稱轎番。以上的資料來自於全國宗教資訊網。重點是啥？重點就是這個神轎的數量。這個轎家己袂飛嘛，一定愛靠人來扛嘛。所以這個神轎若是多，人就會愈多；人若是多，勢就愈重；勢若重，當然膽就知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若是唔相信，會使佇 Google 內底查人多膽大就會跳出來。但是咱閩南語內底唔是講安尼，無咱安怎講？咱會講人多好膽。咱即馬翻頭轉來討論這個字到底安怎讀法。這個字有兩個音會使讀，第一個音會使讀作叫、光叫、濟叫，攏讀作第七調的叫，甲唱共一個聲調。第二個聲調就會使讀作叫、文叫、武叫，攏是讀作第三調的叫，甲爸共一個聲調。有啥物證據？佇公文內底就是記錄這個聲調千真萬確。這個第三調的叫安怎用法？第三調的叫變調了後，就要變第二調。第二調對應的就是吼的聲調，吼小、叫小，這個聲調就是安尼來的。重要的部分，咱再來講一擺。這個神明轎的數量若是愈多，人就愈多，勢就愈重，就會愈好膽。今日我就講到這，感謝你的收看，歡迎批評和指教，謝謝，拜拜。